家嘅節目係奇妙的救恩，歡迎你哋收聽。耶穌對他們說：無病的人用不着醫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呢兩節聖經係記載喺路加福音第5章第31、32兩節。耶穌話冇病嘅人係唔需要醫生嘅，呢個大家都好清楚。冇一個人冇病走去揾醫生嘅，人都係有病痛然後揾醫生。所以耶穌話冇病嘅人唔需要醫生，有病嘅人就需要啦。一個醫生對一個冇病嘅人唔起咩作用，一個冇病嘅人亦唔會想到去揾醫生。但係一個有病嘅咧，咁就唔同啦。佢覺得痛苦，佢有生命安全嘅威脅，所以佢就需要醫生，佢就去揾醫生。越痛苦嘅病，越重嘅病，就越快揾醫生。所以呢，醫生係為病人，病人需要醫生，呢一點冇疑問。今日啊，我哋世界上所有嘅人喺醫學嘅眼光嚟睇上嚟，我哋都係一個病人嚟㗎。雖然我哋冇病到硬硬聲，唔行得，唔一定發高燒，唔一定痛苦到不堪，特別喺表面上，但係呢，我哋真係有病㗎。譬如話有人有胃病，都係病人；有牙痛嘅病人，眼病等等，心臟病、肝病等，呢啲都係病。但係好多人唔知，因為冇乜認真痛苦，甚至都有人唔知，所以唔認自己係一個有病嘅人，因此呢，亦唔會去揾醫生。但係當一個人認識自己有病，特別係嗰啲嘗到嗰種病嘅痛苦，知道嗰種病嘅結局、危險、死亡，佢必定趕快去揾醫生。今日世界嘅人喺神嘅眼光睇落嚟，冇一個冇病嘅。呢個病呢，唔單止話身體上有病，呢個病呢，最緊要嘅，人人都有嘅，就係人有嗰個罪嘅病。罪嘅病咧，比較身體嘅病嚴重得多。身體嘅病咧，至多使人肉體受一啲痛苦；最嚴重咧，至多使人肉體死亡。咁就不能做乜嘢啦。但係犯罪咧，嗰啲罪咧，不獨使人今生一生受痛苦，而且會害到人哋將來永遠受痛苦。因為聖經俾我哋睇到啊，神話所有犯罪而唔肯悔改嘅，拒絕神拯救嘅，拒絕醫治嘅，呢啲咁嘅有罪嘅人呢，佢今生唔單止係痛苦啊，還有呢，佢呢係將來呢永遠落地獄，永遠呢係滅亡嘅。所以呢係好悲慘，所以人有身體嘅病已經係痛苦啦，何況人有罪呢啲心靈靈魂嘅病，嗰個人就更加嚴重。咁講到我哋今日喺世界做人，兩樣都有，身體嘅病又有，又加埋我哋呢個罪嘅病添，所以我哋今日人好苦，唔怪得人話啊苦啊，呢個世界苦。
一個 BB 就一出世就喺處喊噶啦，就話苦啊苦噶啦。一直呢，人生都喺眼淚、傷心、痛苦、憂愁、嘆息之中，咁嚟度過一生。咁你想下，人係幾苦嘅一個人？人今日苦嘅原因係因為罪，身體嘅病都係因為罪。其實講起上嚟，今日世界上咁多眼淚、失望、痛苦、淒涼嘅事，完全係因為人犯罪離開神。呢個係實實在在人今日痛苦嘅主要嘅原因。所以呢，人今日需要一個罪人嘅醫生，好似人肉身有病需要一個呢肉身醫病嘅醫生一樣。今日呢個罪人嘅醫生呢，世界冇噶噃，冇一個醫生能夠醫人嘅罪噶噃，唔得噶噃。因為點解？醫生都有罪，罪人點能夠幫助罪人呢？等於病人點能幫助病人呢？唔得。唯有醫生冇病，佢能幫助病人。但係今日神為我哋人預備咗一個罪人嘅醫生，呢個係全能嘅醫生，佢完全冇罪，因為佢係神嘅仔，就係個名叫耶穌啦。耶穌就係罪人嘅救主，或者話係罪人嘅大醫生嚟。佢冇犯過罪，佢喺世界幾十年，雖然佢受過好多試探，但係佢勝過試探，佢冇犯罪。神就打發佢嚟做人，做人嘅救主，做罪人嘅大醫生。咁呢一位大醫生嚟世界就係一個目的啦，要救罪人，要醫罪人。病人點樣需要醫生，同樣罪人需要耶穌。病人點樣要醫生幫助佢解決各種嘅難處，減少佢嘅痛苦，挽救佢免得佢死亡。同樣一個有罪嘅人需要耶穌除去佢因犯罪嘅痛苦，同埋更加救佢免得將來永遠沉淪滅亡。所以人有病都咁急切要去揾醫生，為着要得平安，為着要免去死亡。何況人有罪嘅病，將來永遠沉淪，永遠痛苦，豈唔應該趕快去揾呢個靈魂罪人嘅大醫生主耶穌？所以今日主耶穌實在係全世界嘅人最需要嘅，冇一個人唔要佢嘅，因為佢係罪人嘅大醫生嚟。無論乜嘢嘅罪，無論幾多嘅罪，無論幾污穢嘅罪，無論幾嚴重嘅罪，人不能赦免嘅，主耶穌都能赦免；人不能救嘅，主耶穌都能救；人不能幫助嘅，主耶穌都能夠幫助。主耶穌係罪人嘅大醫生，專醫罪人嘅，佢能夠徹底除去人嘅罪。咁呢位主耶穌，佢用乜嘢辦法嚟到除去我哋嘅罪呢？聖經咁講噃，佢話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即係話人嘅罪要得到赦免呢，一定要流血。流血即係呢，犧牲生命，即係要付出生命嘅代價。哇！你話點解咁嚴重噶？犯罪會失去生命啊！唔單止犯罪失去生命啊，犯罪啊，仲將來永遠沉淪添噶，失去永生添啊，好淒涼噶，比較肉身嘅病嚴重得多。咁樣為着咁，人犯咗罪呢，就一個好悲慘嘅結局咯。所以聖經講罪嘅工價乃係死，你唔好睇輕犯罪啊！犯罪會使人死，點解今日人要死？因為人犯罪。點解將來人要滅亡落地獄？因為人犯罪。哦，罪係好嚴重，罪係得罪神，罪引嚟死亡。嗰笪地方有罪，嗰笪地方冇平安；嗰笪地方有罪，嗰笪地方
就充滿死亡。耶穌基督嚟，佢就係為我哋犧牲佢嘅生命，以佢嘅生命嚟代替我哋罪人嘅生命。我哋應該死，佢替我死；我哋應該受罰，因為我哋犯罪，佢替我哋受罰。耶穌嚟到世界，被釘落十字架，神罰佢噃，掩面唔睇佢，定意將佢壓傷，以佢為罪人嘅贖罪祭，等佢嚟救我哋。啊！我哋得到呢位救主耶穌，咁樣唔愛惜自己嘅生命嚟到呢，為着我哋真係感謝佢咯。世界上有邊個愛我哋到咁嘅地步咧？神嘅仔耶穌，當我哋仲係做罪人嘅時候，已經為我哋死流血嚟到贖罪，嚟到嚟救我哋，預備好嗰個救罪人嘅方法，就係救恩，即係我哋所講嘅福音。咁啊，等罪人肯悔改嚟接受嗰個救恩，救恩就好似一幅嘅特效藥，罪人嘅特效藥啊！你去接受呢個特效藥咧，你就得醫治；你去接受耶穌做救主咧，咁咧你嘅罪就得赦，你就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耶穌係我哋嘅救主，係罪人嘅大醫生。所有罪人，只要佢承認自己有罪，為罪悲傷，幾難都好，耶穌能夠。耶穌話：凡嚟到我嗰處嘅，我冇丟棄嘅，我梗接納嘅。耶穌嚟接待罪人。哦，呢位真係罪人嘅救主，救咗無數嘅人啦，已經。今日都要救你。如果你肯悔改，正話我哋所讀嘅聖經講到話，耶穌嚟唔係要召好人，係召罪人悔改。好人唔需要悔改，唯有罪人需要悔改。你今日知道自己有罪冇呢？耶穌係你嘅救主，你趕快悔改接納耶穌，今日你嘅罪就得赦，你就必定唔使落地獄，而且可以上天堂。各位聽眾，奇妙的救恩今日就播到呢一度。